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2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添加的防治中心上午首处伫台南航空站成立越南籍的新住民防疫志工队，希望这人会当有效向当地旅客来宣导防治观念，提高自主健康管理。台南航空站越捷航空对民国1805年6月开放越南的定期航班，平均一天有几万的旅客，其中越籍旅客大约占6-7成。市府天狗热防治中心为了有效宣导天狗热的防治，上午首创伫台南航空站设立越籍新住民的防疫宣导志工，希望透过共享共语言的优势，提醒前往越南旅遊或者是回乡的旅客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透过我们越籍的新住民来用你们的语言他们比较听得懂的语言来宣导，那这个效果呢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登革热的工作把它做好。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一个旺季了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去年的传统我们还是要本土零病例境外移入呢，我们也要让它越来越少。大家说好不好？该计划对今年3月展开，总共有5位的越籍新住民加入宣导的行列。目前宣导人数达到13000多人。副市长希望天狗热的防治会用的主角伫个境外，希望民众大家做好自主通报、及时的防治甲刷入的防止。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市外勤记者协会20号举行第14届理监事甲顾问受证仪式，活动邀请副市长张建元以受证，场面相当热烈。成立超过1甲组的台市外勤记者协会，伫新任理事长罗启俊带领，特别选伫5日空举行第14届理监事甲顾问受证仪式，包括副市长张建元、立委叶一丁、林俊宪。以及一市府官员、民意代表甲贵宾拢应邀出席，场面盛大。副市长张建元致辞时表示，会当经过1甲组，对过去报禁、解禁到现在开放。副市长以过去秀才无出门，会当知天下事为例，我靠就是记者报道。伊除了代表市府感谢媒体协助。同时嘛，鼓励协会对民国47年创会时的18日限发展到现在，将保为英雄好汉，期望未来庆祝成立100年。我们外勤的记者朋友们大家非常的辛苦，每天呢要早出晚归每天呢要去帮我们采访要提供我们最新的资讯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接下来呢，也要代表台南市政府，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平常对我们市政府的协助跟鼓励，当然还有一些砥砺的这些指教呢，我们记得以前赖院长常常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咱若市政府若做了好，大家甲阮鼓励啦若做了有啥物无周全的所在大家甲阮批评咱嘛是会来改进那这部分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支持。会中副市长除了以受证予理事长罗启俊甲所有理监事，同时也邀请所有协会顾问以上台接受副市长甲理事长的受证仪式。理事长罗启俊致辞时表示，一方面除了勉励会员专业服务，另外嘛感谢所有顾问会当出席受证，就是双方上好的交流。今天的授证仪式最大的意义呢，是让我们所有91的会员能够跟我们在场的顾问做进一步的交流，
因为有所有顾问的一个热情的赞助，我们学会才能够顺畅的运作，非常感谢。那在这个媒体发达、重视形象的年代，在场的顾问都是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了所有的这个顾问呢，如果你们对于我们的新闻报道有需要的话呢，我们的那个会员一定竭尽所能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在修正一些过程，有侪侪民意代表，包括立委叶宜津、林俊宪、议长赖美惠、甲市员谢龙介等这位民意代表，以及市长参选人陈祖敬、郭淑华、黄秀松、柯忠信等人拢亲自出席。在下会首席、副首席顾问，也分别由龙丰企业董事长林玉超以及三立货柜总经理黄永林担任。立业务首席甲副首席顾问，则分别由上主车三冠王有线电视董事长吴顺德，甲虎城广播电台董事长康盈寿来接任。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相信真侪民众拢有看过，也是听过导演魏德胜的作品，但应该真少看到伊担任演员。推出一间建设公司，特别邀请伊担任男主角来翕形象底片。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让大家更加了解因的企业理念。在高雄知名的建设公司，为了让台湾的民众更加熟悉因，特别邀请台南出身的导演魏德胜担任男主角，并邀请另外一位知名的导演杨立洲来翕该公司的形象微电影。19号下午嘛正式公布这部微电影，嘛吸引一些民众共同参与。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在台南的计划。然后我们未来的大案子也是跟台南这个地方的开始，跟安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直接的关联。我是觉得结合的，它现在的结合跟未来我们的计划，跟我原生的这个环境，其实都是结合的刚刚好，所以更完全找不到任何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推迟掉这个感觉，这样，所以很快就答应了这样。所以其实当知道有机会去记录魏导演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兴奋的，因为我很想要去拍到别人所看不到的魏德胜的样子，所以其实是很兴奋，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紧张。一开始本来就是这支片子，本来就是想说请魏导来帮我拍，那因为魏导刚好在忙着一个就是所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制片计划。所以他就只能答应我做里面的一个代言，对。那当然因为要拍他，所以这个过程我也很慎重。那因缘巧合，就刚好找到那个杨导，那杨导又刚好跟他认识，已经10几年了，就这样子契合在一起，对。会后嘛由这两位导演进行座谈会。让所有民众会使趁这个机会更加熟悉因两位，并伫结束的进程举办签册甲翕相的活动，让所有民众拢非常欢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做阵的柑仔甲居士成立30天来第一摆举行盛大发会，现场啊展示了全台上大真罕见的铜卡，要来替台湾祈福。大铜卡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是种族特有的民间工艺。这帮伫北印度开工开7档才完成的铜卡，制作团队表示，这是全台湾上大的对手铜卡。这摆嘛是30天来做阵台湾柑仔甲居士首次盛大举办赛大佛灯佛法会，百人也着达到500公斤，实行18米的高大佛以后。伫赛佛台顶面来开展，嘛吸引侪信众参拜。罗本天津仁波切强调，赛大佛虽然伫西藏有500档历史，但台湾真少举办。今年为了庆祝大铜卡完工回台，同时举办目标展览，举办赛大佛灯佛法会，就希望为台湾祈福。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虽然伫这几档来积极甲大陆五福大地信用进行交流，伫19号上午，福州海调司嘛来到西安进香参拜，打算6月份也要将第2代信用送往对话，达到新会上团。位伫大兴街的台南西来安，这几年积极甲中国五福大地信用进行交流，去年嘛前往福州回乡。伫19号上午，福州天仙府海调司嘛来到西来安参拜，并听取台南西来安的历史故事。经过咱两岸五陵宫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呢，咱去年西南去了呢，足侪咱台湾真侪五陵宫的庙宇有去海调司去遐交流安尼。所以因为海调司呢，这回为着讲要去增进大家的这个文化交流安尼，所以因这回组团来对高雄开始，高雄、基山、阿咱台南来遮顺耍这个增进我们那个武陵宫呢大家多一点认识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文化意义安尼。我们今后还要互相来往往，还要像说鸡打羊，为什么？鸡打羊有一个文化馆，它这个知名度很高，办了很有内容，所以我们两家都是互补。好的地方我们向他学，学把我大家经验好的我们带回家，我们把两家互相都搞起来。整个把道家的文化提高一步。嘛，因为台南市西来安的五福大地形象保存了非常完整，嘛意外成为两岸信用保存上完整的庙宇，所以庙方嘛有计伫6月的时阵，将第2代的形象送往中国，让福州人了解神明原本的模样，希望达到薪火相传的目的。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南昆新大天府今年配合五福千岁进香的国定民俗，对5月20日开始到6月10号，伫该庙举办书法家联展，展出将近20位百回临水的作品，希望民众伫参加热烈的宗教活动，卖当有艺术文化的洗礼。南昆新大天府对着艺文工作的推动非常支持，每当举办多处艺文活动。因为五福千岁进香期已经第2国定民俗，这摆嘛配合五福千岁进香期，举办技艺巅峰书法家联展，展出这位百回临水的书法家作品。20号上午举办开幕典礼，让这些来进香的民众共同体会这精彩书法作品。互人感觉讲这个有遮尔好的物件。一定爱互咱乡亲大家来看卖吼。你甲讲每一个参加的人，拢是超过100岁，也是100岁，100岁还阁会写字。你就知影讲做人的目的就是啥物货？做人的目的就是讲，毋通讲我60岁、70岁就叫做老，安尼是错误的。做人的目的就是讲，活着的每一天，就是拢爱好好去奋发家己，着创造奇迹，来。贡献予咱的乡土，这是我展览这个意义安尼吼。这摆展览将展到6月10号，嘛因有一寡作品看起来较无容易了解，需要专人的解说。
所以民众如果来参观，千万唔通袂记询问现场的工作人员，才会当明白当中意义。该抒发民众嘛，千万唔通错过这个难得机会。台南新闻古国义采访报道。台南市办公室争议不断，最近竟出现一个图文，迄是支持还是反对党章的议会表决名单。但上午民进党议会党团澄清，表示该表决名单所显示的并不是表决办公室，只明显有人透过网络抹黑。台南市民进党议会党团总召屈里里上午伫咧党团召开记者会，手中会着网络上有关着办公室无实的图片甲文字，严肃来做出澄清。打这一种不实的这个所谓的栽赃，不实的一个抹黑，所以这个是很显然的是针对选举而来。那么我们也希望呼吁台南市目前代理市长李梦燕市长听到了民众的心声，那我们也希望年底所产生民进党提名的新任市长，我们黄伟哲市长，他也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就房屋税的这个调整，在他就任之后，要有一个新的作为跟新的宣示。因为有愈来愈侪民众受到这个错误资讯的误导，所以台南市民进党议会党团也呼吁大家唔通去散布这错误的资讯，以免触犯法律。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于前高雄市已经表态，明年将对警察甲消防人员将编列繁重假期来慰劳，但是咱台南的基层警察甲消防人员却无同款的福利，所以议员吕维英呼吁市府买当编列这笔预算。高雄市明年将比较着中部、北部来编列着警察的繁重假期，六都只剩台南还未编列。市员刘维英上午就来召开记者会，要求台南市代理市长李梦燕要赶紧比较着高雄以及其他四都编列着警察的繁重假期以及消防人员的危险津贴，来保障基层警消同仁的权益。爱在这边来特别呼吁我们李梦燕理事长。能够来当警消同仁的靠山，让他们的不管是平常生活比较有保障，还是能够鼓舞士气，也让好的人才能够留在我们的台南市里面。在这边来呼吁我们的李梦燕理事长。对此，与会警察局以及消防局代表拢表示乐观其成，也希望会当争取到南市甲高雄市做伙编列该笔的预算。假使乃当达成，预计台南市政府将会增加3亿的预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同款针对警消的台务甲福利，下晡议会国民党团这位议员嘛召开记者会，强烈要求市府要比较高雄，和台南的警消有这份的收入，也无排除退回预算。因为日前高雄市代理市长柯立明表示，明年将为高雄市的警消发放繁重假期，嘛因为高雄发放以后，六都就只剩台南无这项台务，所以21号下晡国民党议员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爱护台南的警消，甲伫遐市同款有同款的福利。我想，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消防人员，他们都是保护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于把他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是置之度外。那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态度，我想那个都是院辖市，我们不应该有同工不同酬。唔是讲台南的拍火兄弟咱的警察兄弟命较无值钱，是咱的工较无值钱。我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做甲拢同款。那我们也看到执政党的议员可能嘛动没掉今天也发了新闻稿。他们也要跟进，希望说台南市政府不管是财税局或是主计处，能够针对警察、消防他们的勤务加给的部分，能够给予编列他们的那个预算。我想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很乐观其成也希望说在那个下个会期我们要审预算的时候。台南市议会所有不论哪个政党的议员，能够站在警察、消防这个部分，能够全力的支持，让我们的警消在6都里面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市府表示会将议员意见再回府来建议。议员表示，如果市府无愿意和台南市的景色有更较好的台语，议会新查古城时将无排除退回古城。台新闻郭博义、蔡宏报道。为伫花平路的公线开挖工程，对去年施工到现在已经超过1档拢无完成，备受民众反弹。地处议员罗库福接受定情，下晡邀至市府等相关单位召开座谈，除了要求教育局提出具体时程，甚至要求税务局要针对受影响的店家提出减税补偿。议员罗坤福下午邀至市府公务、水利以及台电自来水加新能瓦斯等公线单位座谈，针对花平路公线的开挖，对去年7月施工。到现在将近1档拢还未好，互两边的店家甲住户怨声不断，纷纷向议员来定情。一个单位做了，甲搁换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做了，搁换一个单位，变做安那？申请遐施工吼拖甲东华，啊东华你做成安那？遮两岸的乡亲吼挡袂牢啊！一间店面吼，以即卖现主时的花平路的市价。一间店面租金啦，一个月上个只要5万起跳，内面若搁请2、3个员工啦，逐个月拢了钱，开敢要了1个月，了1档啦。对此，市府工务局表示，该工程主要是因为台电去年大停电，供电未稳，申请迁线，毋过一挖落去，则发现附近其他的工线嘛真侪，需要配合迁移，加上地质无好，才会造成施工工期遮尔长。部分就是有拄着公线，拄着公线，拄着公线有倒几个公线，就是有新能瓦斯的，还佫有自来水的，所以造成讲伊这公线爱先迁掉，伊的台电这边才到得去施工，才有办法施工，所以会导致讲种议员甲民众这边才会感觉讲为虾米做遮久。另外，台电也提出说明，该工程主要分樱花路以北甲以南2部分，以南是用明挖的方式。以北考虑着安全，用前转推管的方式，所以工期拖较久。目前线路拢搭好，预计6月底就用个完工。台南新闻林根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5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